大家好，歡迎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為避關稅，蘋果急運600噸 iPhone， 印度富士康假日加班增產。美國總統特朗普唔滿意貿易逆差等等嘅狀況，對包含台灣在內嘅多個國家祭出大額關稅，並且力推包含蘋果、iPhone 等等嘅產品製造回流美國，喺各個產業引起大震盪。為此，蘋果從3月起已經緊急空運高達600噸嘅 iPhone 返美國。Switch 2以及多間手提電腦廠商亦都因為新嘅關稅政策暫停咗預購同埋銷售。6班百噸貨運班機急輸美國。特朗普從今年1月20號宣誓上任之後，就表態會針對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中國加徵關稅。喺2月1開始就付諸行動。並且亦都陸續對唔同項目嘅產品輸入美國提高關稅。除咗特定產品，喺4月2號嘅時候，更加直接向所有國家產品輸入美國增加10% 嘅關稅，並且公布咗額外增稅嘅一系列國家名單。大幅提高關稅嘅影響唔單止係其他國家，更加直接衝擊埋美國海外製造嘅產品企業，例如蘋果公司。根據路透社嘅報導，從3月以嚟，蘋果已經陸續從第2大生產基地印度加派貨運班機，緊急從印度輸入 iPhone 到美國。一班班機大約可以運載100噸，直至上個禮拜已經達到6班，輸入量已經去到600噸。路透社計算，如果以 iPhone 14完整盒裝估計，600噸大約係150萬部 iPhone。為咗能夠加快運送腳步，蘋果更加遊說印度當局，俾印度產區所在嘅坦米爾那都邦機場能夠採用蘋果喺中國生產基地機場綠色走廊嘅模式嚟去配合蘋果嘅運輸需求。印度 iPhone 產量大幅提高，雖然特朗普日前已經宣布暫緩實施新關稅策略90天，但係蘋果嘅最大生產基地中國被排除在外，並且關稅已經被加碼到20%加125%。蘋果計劃利用呢90天嘅空窗期避險。印度富士康基地亦都新增咗周日嘅生產班，目標係將產能一舉提升20%。原本印度供應咗1/5嘅美國 iPhone 產量，但係從今年1月起，來自印度嘅 iPhone 已經有高達85%都運往咗美國。喺呢2個月大量輸入之後，美國消費者見到印度製嘅 iPhone 機率可能會越嚟越高。特朗普宣布嘅關稅名單入面，印度產品輸入美國嘅關稅最高將會達到20%。如果印度政府喺3個月之後未能同美國政府協商成功，之後美國 iPhone 嘅價格非常有可能會暴增。Switch 2同埋手提電腦產品開始停售，iPhone 嘅價格提升仍然係未來嘅問題，而對部分產品嘅影響已經係現在進行式。眾所注目嘅任天堂 Switch 2已經喺4月9號開始咗包含美國在內嘅第一波國家預購，但係由於 Switch 2並唔喺美國製造，同樣將會受到關稅提高嘅影響。任天堂已經暫停並且延後咗美國以及加拿大嘅預購活動。除此之外，由於筆記型電腦已經大多數喺中國生產製造，美國電競品牌 Razer 喺本週較早時間已經率先暫停販售旗下嘅筆記本電腦。而家同樣出身美國嘅 Dell 同埋中國嘅 Lenovo 亦都喺美國停售筆記本電腦。美國 HP 亦都暫停入口筆記本電腦。除此之外，美國記憶體大廠美光亦都喺度考慮提高旗下產品嘅售價。接住落嚟，各項科技產品喺美國嘅價位可能亦將會直接或者間接因為關稅嘅關係而加價。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市場首張免 VPN ChatGPT SIM 卡。玩吉卜力風格，低至100蚊有交易，直連新加坡 IP。最近因為吉卜力風格，好多人都一窩蜂咁走去玩 ChatGPT。雖然以往如果有需要用 ChatGPT 嘅人都一早已經課咗金買埋 VPN， 但係好似版主身邊咁，依然會有人因為吉卜力風格而家先至想去試下玩 ChatGPT。如果嫌需要買 VPN 太麻煩，最近市場出現一張我個人覺得好有 gimmick 嘅儲值卡。我姑且叫佢做 ChatGPT SIM， 基本上可以當佢內置咗 VPN， 有佢可以直接玩 ChatGPT， 或者 Cloud 呢啲本來香港需要翻牆先至能夠用到嘅生成式 AI， 賣價低至100蚊。想知道詳情就要睇埋落去。
Before Travel GPT 誕生，首張無需 VPN 用到 ChatGPT 嘅 5G SIM 卡。留意到最近有網店引入咗一張 SIM 卡，叫做 Before Travel GPT。講起 Before Travel 呢一個儲值卡品牌，其實版主之前都曾經有介紹過。之前就同大家介紹過 Before Travel 日本、韓國嘅 5G SIM 卡，而佢哋其實除咗日本、韓國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國家地區漫遊數據嘅 SIM 卡選擇，例如泰國、台灣等等。而今次呢間網店引入嘅 Before Travel GPT 儲值卡，佢係一張香港本地能夠用嘅儲值卡，所以都需要實名登記。賣價最平100蚊港元，包含10GB 5G 數據，但就並冇語音通話以及短信服務。你可能會話，市場上有咁多嘅 5G SIM 卡選擇，平過佢嘅 SIM 卡大把，佢到底有啲乜嘢唔同，令到佢能夠賣呢個價錢？我會話呢一張卡係相當之有堅力嘅，因為佢係市場上首張無需 VPN 可以直接連接 ChatGPT、Claude、Gemini 等等嘅生成式 AI 儲值卡。之所以話無需 VPN，其實我會理解佢係內置咗 VPN， 只要將 SIM 卡插入去手機入面，就可以直接連上新加坡 IP， 唔需要額外買 VPN， 已經可以用到本身香港用唔到嘅 App。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考慮入一張試下呢？除咗10GB之外，Before Travel GPT 儲值卡仲有好多唔同容量嘅選擇。10GB 高速30日用完即止，建議零售價100蚊。30GB 高速30日用完即止300蚊。50GB 500蚊，100GB 1000蚊。亦都有10GB 180日，售價120蚊。30GB 330蚊，50GB 550蚊，同埋100GB 1100蚊。今日嘅ePrice Hong Kong 新聞就嚟到呢度，我哋再會。